要說服別人認同自己的看法，甚至改變、放棄原來的見解，是一件很困難的事。我們必須運用充分的理據，採取合適的態度，才能成功說服別人接納自己的意見。以下是一些游說的技巧。首先，要選擇適當的時機，不要在對方情緒低落的時候提出意見，否則只會讓對方以為你不懷好意，覺得你在雪上加霜。好的時機還要配合地利，那就是要選擇適當的場合，避免在人多的地方提出你的建議，因為對方可能會礙於面子，不接納你的意見。其次，要注意態度，游說別人時，態度必須誠懇，不要有批評指責的意思，否則引起對方反感，就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。即使是批評，也必須是善意和具建設性的，避免直接指出對方的不是，別讓對方因受到傷害而形成反抗心理。此外，提出主張及建議時，必須具備充分的理據，才能讓對方心悅誠服。如果能借助故事或寓言來說明，讓對方自行領會，效果就比直接言明更佳。假如對方接納你的意見，你只要清楚地說出怎樣實行，千萬不要指揮別人該怎樣做，讓對方自行決定便可以了。最後，游說是一門語言藝術，單靠理據充分並不足夠，還要觀察對方的表情反應，從而揣摩他的心理，採取合適的游說策略，再配合誠懇的態度，這樣才能使對方接受你的意見，達至成功游說的目的。